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又到咗今日嘅第一節嘅娛樂百科。咁今日咧，我哋會講最 update 嘅娛樂新聞。今次嘅標題咧就係講關淑怡嘅一位90年代標誌性嘅歌手。最近咧就突然間喺屋企暈咗，跟住由屋企人報警陪同，送咗去醫院，現時咧喺 ICU 深切治療中嘅。希望佢能夠大步攬過啦，早日康復啦。暫時未知佢係乜嘢問題啦，咩身體問題啦。佢喺1990年出道嘅。關淑怡最初咧就係參加新秀歌唱大賽，但係咧就冇得到任何名次啦。跟住咧就去咗日本咧就學過唱歌嘅。跟住翻嚟香港就加入咗寶麗金。喺1990年代初咧，我諗大家都好熟悉嘅，難得有情人啊，一切也願意啊，愛恨纏綿啊，嗰啲每一首咧都係好動聽嘅經典金曲啦。當時咧亦都係喺各大流行榜咧就高居榜首嘅。記得喺當時咧係一個非常之當紅嘅歌手啦。但係咧，佢跟住咧就喺90年代後期咧就退出咗樂壇嘅，即係短暫退出咗樂壇。跟住咧就到2000年代中期咧、後期啦，至後期咧，跟住又復出嘅。跟住咧就喺去到2020年咧就宣布退出樂壇嘅。跟住咧一直之後都深居簡出啦。當時佢亦都承認咗懷孕啦。跟住即係喺2000年代初嘅時候，跟住就誕下咗而家呢有位兒子咧，叫做關淑妍嘅。今年23歲嘅。但係咧，佢嘅新婦咧一直咧都成為謎嘅，成為一個謎咁嘅，一個謎團咁嘅。直至到最近咧，啱啱發生咗呢單新聞啦。入院呢單新聞之後咧，先至知道咧，原來佢係新婦咧係一位不丹嘅一位，即係佛教人士嚟嘅，即係呢個所謂寧波車嘅人物嚟嘅。不過咧呢啲咧我哋咧就唔係好熟悉啊。可能咧即係佛教嘅人咧就比較會熟悉啲。不論點都好啦，希望嘅關淑怡早日康復啦。希望佢真係早日康復，大步攬過啦。拜拜。